參加今晚由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主辦嘅唔係新西人立法會選舉新界西地區論壇2016嘅。咁咧，我係今晚嘅主持，我係 Kenny，大家好。我係Sandra貴珊，大家好。咁今次論壇舉行嘅前夕咧，我哋都特登安排咗一個選舉如何體現公民權利同埋責任嘅主題嘅講座，希望可以俾更多本區嘅居民咧，對於咁抽象嘅立法會職能、比例代表名單、投票制有更加深嘅了解，並且都知道點先可以好好發揮公民嘅權責，好好運用你手上嘅一票。係啦，講到運用手上嘅一票咧，點樣運用咧？最緊要梗係點啊？梗係親自見到各位我哋今日嘅候選人，佢哋好話抽空過嚟咧，同各位街坊咧有個交流嘅。係啦，咁咧我哋咧希望咧今晚咧呢個時間咧可以一方面各位候選人可以講下你嘅政綱啦，有啲咩嘅一啲立場啦；另一方面咧都係想各位街坊咧都可以講下你哋有啲咩嘅訴求，或者你哋對佢哋有啲咩期望嘅。好啦，咁譬如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先介紹下今次選舉嘅各位候選名單嘅出席代表啦。咁咧，本機構咧已經依照選舉管理委員會就今屆立法會選舉所發出嘅選舉活動指引第11章第4部分第11.23條，以公平及平等對待候選人嘅原則咧，邀請新界西地方選區共20張有效候選名單咧出席今次嘅論壇，而答應出席嘅有13張名單，其餘7張候選名單咧已回覆未能出席或者未有回應嘅。係啦，咁我哋首先咧係會依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所定嘅候選人編號，由細到大去逐一介紹20張候選名單嘅。首先1號候選人黃潤達，政治聯繫係街工。好，2號候選人尹兆堅，政治聯繫係民主黨。候選人高志輝，政治聯繫香港正義會。不過今日高志輝先生係未有出席論壇嘅。好，4號候選人周永勤先生，政治聯繫係自由黨。之後5號候選人鄭松泰先生，政治聯繫係民主公民。好，之後6號候選人鄺官允，佢冇申報佢政治聯繫，鄺先生今日都係未能出席論壇。7號候選人田北辰，政治聯繫新民黨，田先生今日都未能出席論壇。8號候選人何君耀，政治聯繫係回蝶公益，何先生今日都係未能出席論壇嘅。9號候選人梁志祥，政治聯繫係民建聯及新社聯，梁先生今日都係未有出席論壇。好，之後10號候選人郭家麒先生，政治聯繫係公民黨。11號名單嘅候選人黃浩銘先生，佢嘅候選名單咧，政治聯繫係社民連同人以上嘅。12號名單候選人趙恩來先生，政治聯繫係工黨。17號候選人名單咧係黃俊傑先生出席嘅，政治聯繫係青年新政。14號名單候選人麥美娟女士，佢嘅政治聯繫咧係工聯會，今日咧都係有事未能出席嘅。15號候選人馮業基先生，政治聯繫10號名單候選人陳恒鑌先生，佢嘅政治聯繫係民建聯，今日都有事而未能出席嘅。17號獨立候選人張慧晶女士。18號名單候選人呂志恒先生，政治聯繫係離地基督徒。19號獨立候選人湯永芝女士，同埋最後20號獨立候選人朱凱迪先生。好啦，咁咧喺論壇未正式開始之前咧，我哋先請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高級服務協調主任陳超華先生咧，我哋致歡迎辭，請陳先生。咁咧大家好啦，我諗大家都唔嚟聽我講嘢㗎，咁所以我好快講完咧，就等我論壇開始。今日2016年係咪啊？係嚟緊立法會選舉，但問一個唔關事嘅問題。下年2017有咩特別啊？香港回歸20年，下年香港回歸20年。19年內，香港經歷咗有高低、有起跌、有光明、有黑暗。嚟緊嘅路點樣行？人意見可能都唔同。嗱，今日坐喺度我哋街坊，我哋有華裔嘅朋友，有少數族裔嘅朋友，
有住喺私樓嘅，有住喺公屋嘅，有住喺中轉房，有住喺天台屋，有住喺板間房。我諗我哋大家嘅期望其實都一樣。我哋其實就真係唔會太過關心或者理會究竟每個候選人你背後你係左右紅藍綠，你係本土定係勇武，你係泛民定係建制。我哋最希望做到嘅就係台上嘅候選人能夠同我哋街坊一齊建設一個更加公義、公平同埋繁榮嘅香港，係咪啊？係。俾掌聲嘅候選人，好多謝你哋今日嚟到我哋當中，同我哋嘅選民一個好直接嘅溝通。我哋好相信今日嚟聽嘅街坊會將大家表達嘅立場、表達嘅領袖嘅風範同埋見地，透過佢哋嘅方式向其他人傳揚。亦都多謝今日嘅傳媒嘅朋友同埋有網媒嘅朋友推問啊，今日大家候選人所發放嘅信息能夠傳開去，讓我哋各位街坊人到時有個正確嘅選擇，選出能夠代表我哋新界西以至我哋全香港市民嘅代表，好唔好啊？好，多謝各位。多謝陳清華先生，跟住有請陳清華先生為我哋致送紀念旗俾今日出席嘅候選人。我係堅。好，首先係20號嘅朱凱迪先生，好，之後就係19號候選人湯詠芝女士，係，好，之後就18號候選人呂志恒先生。之後係17號候選人張慧晶女士，之後係15號候選人馮建基先生，之後係13號候選人黃俊傑先生，好，之後係12號候選人趙恩來先生，請望鏡頭。好，之後係11號候選人黃浩銘先生，之後係10號候選人郭家麒先生，之後係5號候選人鄭松泰先生，之後係4號候選人周永勤先生，之後係2號候選人尹兆堅先生。之後1號候選人黃潤達先生，亦都請阿陳生留步，同時請我哋咁多位今日蒞臨出席嘅候選人一齊影返張大合照。準備，1、2、3，準備，仲有睇唔住我哋。1、2、3，好，唔該晒咁多位嘅，唔該晒陳生。好啦，有關今日嘅程序咧，大家可以參考手上面嘅程序表啦，相信大家都手頭上都有㗎啦。首先咧，我哋都會簡單講解一下咧，好簡單講解下每部分我哋有啲咩嘅流程嘅。首先係候選人嘅政綱介紹環節。嚟緊第一部分就係候選人政綱介紹環節啦，每張候選名單會有30秒時間發言嘅。咁發言次序咧將會根據選管會嘅候選名單編號由小至大排列。咁呢部分咧嘅時間冇得累積嘅，咁30秒亦都係一次過嘅，冇得分段發言嘅。好，之後到第2部分係大會指定答問環節。喺呢個環節裏面，主持人會提出2條問題。每位候選人都會有累積1分30秒嘅發言時間，大會係並冇規定發言嘅次序，咁多位候選人可以自行發言。第3部分係地區居民團體提問環節，各個團體代表咧有30秒時間咧係發問嘅，咁團體分2輪發問，每位候選人喺呢個環節每一輪嘅時間咧係會有1分30秒去發言回應嘅，咁總共係2輪。好，之後到第4部分係候選人自由辯論環節。呢個環節大會都唔會設定發言次序，候選人咧係發言之前需要向主持人舉手示意，並且獲得確認咧先可以發言嘅。
每位候選人都會有累積1分30秒嘅時間向其他候選人提問以及回答提問。如果同時有超過1位候選人同時想發言嘅話，將會根據選管會嘅候選名單編號由細到大去排列呢個發言次序嘅。跟住落嚟咧係台下觀眾發問環節，觀眾發問有30秒時間，候選人累積咧係有1分30秒發言時間嘅每一輪。咁呢度總共咧台下發問係有10條問題，每5輪係每5條係一輪發問。咁每一輪咧大家係有1分30秒去回應嘅。稍後咧喺台下觀眾發問嘅環節咧，如果各位出席嘅街坊有問題咧係想問各位候選人嘅話咧，可以喺你哋手上有本粉紅色嘅簿仔係咪有個長刊？係啦，咁就將嗰個編號咧撕落嚟，抌落去我哋同事嘅一個問題箱度啦。咁咧有冇問題箱可以揮下咧？可以放後邊，抌落去個箱度。咁我哋咧就會喺之後嘅嗰個環節咧就會抽籤，咁啊5個一輪咁樣抽2輪咧，就係俾大家係有30秒時間去發問嘅。咁喺最後一部分咧就係總結部分啦。每位候選人咧係會有15秒時間咧係回應去總結嘅。好，咁喺唔同嘅環節裏面咧，每位候選人都會有我哋前面呢度專人去計算，每位候選人都有均等嘅發言時間，所剩嘅時間都會顯示喺候選人前面呢個時間展示板嗰度。當候選人發言時間剩翻10秒嘅時候，計時員會有1聲叮之聲響提示。咁當候選人發言時間已經完結嘅時候咧，計時員會有2聲叮叮之聲響提示。係啦，每個環節嘅時間都係獨立計算嘅。換句話講，如果某位候選人喺任何環節有時間剩餘嘅話咧，所餘時間都不會帶落下一個環節嘅。好，跟住落嚟咧，好簡單講論壇嘅一啲基本規則，請各位出席嘅朋友咧都留意啦。咁首先候選人發言期間咧，或者觀眾喺發問環節嘅發言嘅時候咧，其餘人士包括在場參加者咧，都唔可以喧譁作去有一啲道具展示啦，或者任何嘅騷擾性行為嘅。其次咧就係咧，在場嘅所有人士咧，都唔可以對其他人咧作出人身攻擊嘅言論或者行為嘅。本機構咧將會從公平及平等對待所有候選人嘅原則咧，以確保參與者均有平等機會發言，同埋尊重大會嘅程序啦。在自由辯論同埋觀眾發問嘅環節咧，候選人如果想發言咧，請舉手向主持示意，同埋當主持人確認之後咧，就可以跟主持人嘅指示咧去發言㗎啦。本機構咧對於唔遵守大會規則嘅參與者咧嘅處理方法，將會保留最終嘅決定權。參與嘅活動嘅任何人士，包括候選人啦、台下參加者等所發表嘅言論咧，純粹個人意見，唔代表本機構嘅立場嘅。好啦，如果大家冇問題嘅話咧，我哋即刻事不宜遲啦，不如我哋就開始第一個環節，就係候選人介紹政綱啦。咁咧呢個環節咧提多次係30秒時間，冇得分段，冇得翻轉頭再發言嘅。咁咧依家我想問各位計時員準備好未啊？準備好咗係嘛？好啦，咁依家咧每個首先又邀請咧1號候選名單嘅黃潤達先生。Good evening. I'm Wang Yuntang. I'm a district councillor and member in the Kwai Ching district, and I also work 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worker service centre. We fight for the grassroots and the labour, and we fight for the universal pension and the standard working hours. 大家好，我係街工黃潤達。咁過去我哋一直都係為基層勞工係爭取權益，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多謝晒。多謝。跟住2號候選名單尹兆堅先生嘅。各位好，我係民主黨2號嘅尹兆堅。過去20多年咧，我一直喺新界西嘅偏遠地區咧，一直係協助一啲基層嘅團體啦，同埋一啲街坊去到爭取權益嘅。咁當中包括大埔嘅棚屋區啦，新界區嘅新界西人士嘅重建公屋啦，以及一啲新界立屋區。我特別關注咧勞工福利同埋土地嘅問題，希望你可以支持我2號尹兆堅，多謝各位。好，多謝。跟住係4號候選名單嘅周永勤先生。大家好，我係周永勤。我嘅選舉主題係20年深耕，新西希望。我首先關注嘅係我哋青年嘅上流。我哋希望爭取以公私營合作嘅形式咧，係設立眾創中心，當中亦都包括青年嘅廉價嘅旅舍。另外，亦都係爭取針對新西醫療嘅不足，應對人口老化，同時要增購輕鐵同埋西鐵嘅車廂嚟到解決交通嘅不足，同埋興建新嘅鐵路同埋公路嚟到解決人口同埋規劃區域嘅發展。係，發言時間完畢，唔該晒。跟住係5號候選名單嘅鄭松泰先生嘅。大家好。好，
停一停，唔好計時住呢度係啦，你再講咪得唔得 ？Test 1、2、3，開始計時係。大家好，我係5號鄭松泰，我嘅本業係一位大學嘅老師。喺政制上面，我哋提倡永續基本法，係保障我哋香港人嘅基本權利。教育上面，我哋主張廢除 TSA、廢除補考中，去奪回我哋香港人嘅自主權、教育嘅自主權。經濟上面，我哋係鼓勵重建公屋同埋公共街市，同埋我哋係要制定小商販政策。由此去決定嘅話，呢一切都係關於我哋香港人嘅本土權益。所以我嘅主張係票投5號鄭松泰，本土撐新界。多謝你哋，多謝。跟住10號嘅候選名單嘅郭家麒先生嘅，而家。好，一定唔好計時住。計時嘅時間咧係會由共輝開始第一聲開始計，係。好啊，大家好，我係郭家麒，堅守公義、爭取民主，亦都捍衞香港嘅核心價值。喺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我為社會最基層，包括係我哋嘅少數族裔、我哋嘅貧窮人士同埋我哋嘅老人家，爭取醫療、房屋、交通等等重要嘅。嚟緊一個係重要嘅日子，我亦都希望繼續能夠幫你哋。We fight for the democracy, justice, and also for the ethnic minority. Thank you very much. 好，唔該晒。跟住係11號候選名單嘅黃浩銘先生嘅。大家好，我係11號嘅黃浩銘同埋陳偉業團隊，我係黃浩銘。社民連同埋人民力量一直喺同基層同行，捍衞港人嘅權益。議會裏邊，我哋透過拉布拉倒惡法同埋不義嘅撥款，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議會內，我哋多次公民抗命，爭取民主。要對抗梁振英同埋共產黨嘅專權，我哋積極同大家一齊抗爭。梁振英話最怕拉布，希望大家9月4號投我哋信任嘅一票，踢走梁振英。我哋要更公義嘅香港。時間結束。好，睇候選人一個個咪咧，如果有啲回音咧，可以熄一熄再嚟講，係啦。咁接住落嚟咧係12號嘅候選名單嘅趙恩來先生，唔該。好，梁振英4年越政，搞到天怒人怨，貧富懸殊加劇，打工仔女有開工冇收工，養到家就冇咗頭家。我哋工黨要求立即落實標準工時，推動冇審冇查嘅全民退休保障，立即取消強積金嘅同遣散費嘅對沖，去到重設租金管制，去到讓香港人能夠安居樂業。多謝各位。好，唔該晒。跟住係13號候選名單嘅黃俊傑先生。大家好，我係青年新政嘅黃俊傑，同大家一樣，我都係一個基層出身，由一個普通嘅人走到政治之路，希望由一步一步建立我哋嘅香港。但係今日嘅政府同我哋講，原來我哋連將來參選嘅機會都可能被人哋褫奪，呢個就係今時今日嘅香港。我哋要改變香港，我哋要用一個民族自決，攞翻我哋將來自決權，重新當家作主。多謝大家。唔該晒。跟住係15號候選名單嘅馮檢基先生嘅。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哋應該好似紐約、倫敦咁樣，有我哋自己嘅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咪選舉嘅制度。但係梁振英上台以來咧，嗰度將我哋香港內地化，將我哋香港同商界嘅利益掛鈎，導致我哋香港出現好多嘅問題。譬如住屋係豪宅同埋劏房兩極化，譬如話推動呢個洗腦式嘅國民教育，譬如話咧我哋冇呢個全民嘅退休保障，呢正正就因為我哋香港市民不能自主，要改變，我哋香港要自主，香港先有未來。時間結束，唔該晒。跟住係17號候選名單嘅張慧晶女士。大家好，我係獨立候選人張慧晶。咁我主要有2個重要嘅政綱，第一個咧就係教育。因為咧，我係覺得咧，香港嘅填鴨式教育咧，好影響我哋小朋友、學生嘅身心發展，同埋佢哋嘅價值觀。第二個咧就係房屋，我希望主張政府一定要努力咁樣揾屋，起公屋同埋資助房屋，人人有屋住，個個安居樂業。多謝。好，唔該晒。跟住係18號候選名單嘅呂志恒先生。我係呂志恒，咁咧我啱啱咧就係因為探完啲劏房街坊啦，所以先遲咗嚟，唔好意思啦。咁咧我細個咧其實都係住喺劏房度，之後我喺兒童之家成長，後來成為一個社工。咁我喺房屋政策方面咧，我主張應該咧重置翻呢個租務管制，同埋仿效新加坡咧制定人均嘅最低居住面積。
至於政制方面咧，咁我主張應該咧去設立公投法，令到我哋全香港市民咧都可以參與翻我哋嘅2次前途決定。多謝大家一齊努力，拜拜，拜拜，繼續啦。好，唔該晒。跟住係19號候選名單，湯詠芝女士。大家好，我係湯詠芝。咁可能好多人咧都會對我比較陌生啦。咁但係其實我今次已經係第2次嚟呢一個新界西嘅論壇。咁就再一次有機會同大家交流一下。咁因為咧嚟緊9月4號係投票嘅大日子，咁大家尤其知道咧近排個選舉有咁多嘅風波，咁我認為大家咧更加要珍惜手上面嘅一張選票，嚟到揀清楚究竟邊一個候選人係心儀應該值得去投票。咁所以我唔會話點解幫自己拉票啦，最緊要大家9月4號一定要行使公民責任。唔該晒。跟住係20號候選名單，朱凱廸先生。大家好，我係20號朱凱廸。過去10年一直參與反逼遷嘅抗爭，捍衛大家嘅生活尊嚴。政綱方面，第一點希望降低大家嘅生活負擔，港鐵要帶頭減價，政府要減少私樓嘅撥地，增加公屋。第二係增加大家嘅生活選擇，我哋要有居民市集，要有夜市，踢走領展嘅霸權。第三，我哋要復興鄉郊，有自己嘅農業，唔受中國控制。我哋係朱凱廸，多謝。唔該晒各位候選人嘅發言。我而家進入另一個環節，就係大會指定答問。主持人會提出2條題目係包括社會時事或者係民生事務。有意回答嘅候選人須先舉手示意，主持人會按舉手次序去作安排作答嘅。每張候選名單咧，總共累積會有1分30秒發言時間咧，回答兩輪嘅問題嘅，係啦。咁咧，咁就候選人咧喺第一條問題，如果舉個例啦，你譬如1分30秒嘅時間咧，你第一條問題已經用晒1分30秒咧，咁喺第2輪嘅問題問完之後咧，你就唔會再有任何時間補翻俾你咧去作答嘅。想問各位係咪清楚個安排？好，如果清楚嘅話咧，咁都等我問第一條問題先。好啦，第一條大會問題咧係民生題嘅。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喺2015年嘅貧窮人口係96萬嘅，貧窮率係14.3%，當中葵青區即係我哋呢頭啦，貧窮率係16.9%，高於平均數之餘咧，係葵青區連續2年咧都係全港第2嘅貧窮社區啊。所以咧，依家我哋知道政府咧成立扶貧委員會之後咧，曾經推出過一啲咧措施咧係處理呢個貧窮問題。但係咧，我哋見到香港仍然未見到咧好顯著嘅成效嘅。咁依家都想問各位嘅候選人啦，你會點樣處理或者理解依家呢個情況咧？若果大家係成功當選嘅話，會點樣去處理貧窮問題，或者政策上有啲咩建議咧？咁大家可以舉手示意作等次序。首先係18號，係18號先嘅。大家好，我係李子恒。咁咧，貧窮問題有好多方面嘅個原因要解決，可能從幾方面入手，包括勞工啦、房屋等等。咁我而家集中講咗房屋先。咁咧喺政府大概喺第一次通過呢個有加冇減機制咧，係12年加咗0.46個百分比，14年加10%，嚟緊今年9月又再加10%。咁其實咧，住得公屋嘅大部分咧，都一定唔係扶得有需要嘅人嘅，所以咧，其實咧就需要咧係去，但係而家政府一個問題在於邊度咧？其實係淨係計算咧嗰個嘅住戶嘅入息嘅增加，其實係冇計算咧嗰個物價波動嘅。其實好多時咧，其實而家好多物價波動，包括你落街買餸，同埋咧而家嘅領展嘅租金，令到啲商戶咧逼走晒小商戶，其實係好貴嘅。所以第一樣嘢要做嘅咧，首先就係咧要將呢一個嘅有加冇減嘅機制咧，要全面去檢討，甚至乎要取消咗佢。咁但係咧，我覺得短期措施咧，亦都應該咧係要將呢個最低限度，要將呢個嘅租金個物價，特別係物價方面咧，要加埋計算落去裏面。好，唔該晒。跟住係17號張慧晶女士。多謝。解決我哋葵青區嗰個貧窮
人口問題咧，我諗咧就因為我哋葵青區都好多婦女嘅，我哋呢一區，咁我見到咧即係有好多咧要湊住小朋友嘅咧都翻唔到工嘅，咁我哋葵青區嗰個託兒服務咧，的確係唔足夠嘅。咁我希望政府咧，除咗我哋係講緊咧，我哋有開始可以有一個免費嘅半日嘅幼稚園教育啦，我好希望咧喺託兒服務咧係要做多啲，咁可以釋放我哋婦女咧出嚟工作，自給自足，起碼屋企都和諧啲，即係又唔使即係每人一份工啊，咁會好啲咯。多謝。好，接住係4號周永強先生。暫停計時先嗰度係啦，咁就睇晒個咪啦。同時可能個咪可能較細翻少少個回音嗰度係啦。咁周永強先生，我哋試下。香港政府咧有3萬億嘅儲備，如果用資本投資回報嘅話咧，3%我哋就有1000億一年，呢啲係可以全部咧攞嚟擺落去做民生福利，包括退休保障，包括咧公營嘅醫療。呢一個咧係政府實際可以做。新加坡已經有主權基金，市民可以分紅。其中一個咧，我會建議嘅咧就係解決跨代貧窮，特別咧就喺學校入邊咧，好多如果係基層學童係追唔上死嘅話咧，佢應該政府係請一啲大專程度以上喺每一個中學、小學入邊咧解決佢哋功課嘅需要，呢個可以令佢追上，呢個係影響佢將來咧可唔可以升到上去追得上功課。第二，全面開放校園，同埋咧青年喺就職嘅時間咧，其實佢好迷茫。我哋建議咧，政府透過稅務優惠咧，令香港嘅企業係可以咧有好多嘅試工機會，有啲嘅實習計劃俾個年青人，讓佢容易適應職場。咁你覺得建議成立眾創中心，包括咧係以除咗免補地價之外咧，係用公私營合作嘅方式咧，係用廠廈改建為一啲有限期租約嘅青年旅舍，而當中就設立眾創中心。呢個意思就係話青年有創意嘅話咧，佢哋喺中心入邊會提供一啲法律啊、會計啊、稅務等等嘅支援，而且定期係會搞一啲嘅展銷會，讓青年嘅創意咧可以吸引一啲創投基金或者風險基金，讓佢哋咧有資金可以發展。好，唔該晒。接住係5號鄭松泰先生嘅。我諗無論你係少數族裔、老人家或者係家庭主婦，其實我哋香港人有邊一位係唔諗住自己自給自足，透過自己嘅努力去賺錢嘅？但係我哋之所以做唔到，因為我哋個社區俾領展、俾大財團壟斷。所以作為香港政府，其實好簡單解決我哋社區同埋我哋咁多位嘅貧窮問題，就係重設翻小販、小商販嘅政策，發小販牌，我哋可以喺自己屋企樓下去賣嘢，一齊自給自足。大家話係唔係？多謝你。接住係2號尹兆堅先生嘅。剛才講呢個數字咧，其實我想話俾大家聽，實際數字更加震驚，因為葵青區咧，如果撇除咗青衣嘅話，葵涌應該係全港長期最貧窮嘅地區。呢個同我哋個社區結構有關，我哋有70%係公共房屋，都係一啲基層市民。咁我有幾個建議嘅，第一就係我哋貧窮其中一個原因唔係我哋啲街坊一定係冇收入，而係我哋負擔咗一個好昂貴嘅租金。我相信在座有唔少都係身受其害嘅一啲苦主。咁我建議咧，其中一個我哋嘅建議就係有一個租金補貼，尤其是咧住長期輪候公屋而超咗3年嘅話咧，政府係有責任喺佢履行唔到承諾之下咧做一個租金補貼。另外咧就係協助青少年上流動嘅機會。目前咧，我見到好多青少年其實一畢業之後咧，就面對第一佢擔心失業，第二有嘢做咧就變成即時嘅在職貧窮，因為呢個還款嘅問題。咁我覺得咧，學生資料辦事處作為一個公營機構，冇理由要收利息。另外嗰個還款期都要延長，同埋咧要提供一啲咧讓學生有機會進一步進修嘅基金。目前嗰個資助額實在太低。咁最後一點咧，我覺得全民退休保障係一個因素。咁我哋區比較貧窮嘅原因，因為長者好多，我哋係全港最老嘅社區之一。咁我哋好多長者咧，去到老年嘅時候咧，能夠安享晚年，呢個係其中一個主要嘅問題。所以我咧全力係支持咧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多謝你。好，唔該晒。跟住接住係15號馮業基先生。唔得，同時可以幫手嘅同學。唔好意思，我哋因為啲有線咪嘅安排，今日咪太多係啦。其實貧窮就政府話咧，你低過某條線咧，你就叫窮額；你嘅收入高過某條線咧，就叫做貧窮。呢個定義係錯嘅。我哋應該用個開支計算，一家人、1人家庭、2人家庭、4人家庭，
我嘅開支支付唔到我自己全家人嘅生活咧，咁先叫貧窮。應該計開支，不是計收入，第一點。第二點，點樣先令到啲人咧開支低，能夠可以佢唔窮咧？係得兩個方法嘅啫，一個就係令到佢增加佢嘅收入。點樣可以增加佢嘅收入咧？有兩個方法，一個就係政府資助嘅方式，就係話如果你有嗰個，譬如果你三人家庭係要15000蚊先至能夠足夠嘅，你唔夠15000蚊，政府就補貼個差額。第二個方式，你有足夠嘅職位，嗰個薪金足以能夠賺到錢養到佢哋家，社企一個方法。大家唔好以為我哋香港人好窮嘅，舊年我哋香港人嘅全港人平均每一個人頭咧係有3萬蚊美金一年，即係話32萬港紙一年。你應該有4人家庭有10萬蚊一個月，你有冇咧？冇，就因為貧富懸殊得好犀利，所以唔係未我哋嘅錯嚟㗎。最後點樣增加減低我哋嘅開支咧？就公屋就係特首以來一路都起少咗公屋呢10年，過往35000一年，而家得15000，責任在政府起少咗公屋，所以應該起多啲嘅足夠公屋，讓大家喺個適當租金之下生活。另外，地鐵應該係公有化，唔好俾佢賺咁多錢都仲可以加價。唔該晒，接住係10號郭家麒先生。其實我哋呢一個16.9嘅貧窮率咧係假嘅，呢個亦都係因為政府咧係做咗一啲數咧，係夾硬將個貧窮率係整低。事實上喺香港唔係淨係最赤貧，好多我哋年輕嘅家庭咧，由於用咗好多嘅錢喺一啲交通、房屋同埋其他譬如教育上面，如果我哋唔係針對呢一啲最核心嘅問題嘅話咧，貧窮不能解決。但有一點我好想去講咧，就係、是、我哋嗰個有冇方法幫到啲家庭去脫貧？而家喺每一個社區入邊有10%嘅家庭係有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嘅家庭，喺呢個而家嘅教育制度入邊咧，係絕對幫佢哋唔到。我哋係需要更加多嘅資助同埋幫助，令到呢一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家庭得到資助，令到佢哋能夠有機會喺嗰個教育制度入邊咧，唔會輸在起跑線。而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需要一個能夠令到小型經濟都能夠係活躍嘅一個社區，開放小型經濟，增加小販同埋一啲嘅販賣一啲嘅地方係絕對需要，但係更加重要，政府係唔應該再將個專注放喺一啲經濟炒賣同埋一啲金融方面。多謝你哋。好，接住落嚟係19號湯詠芝女士嘅。咁其實咧，我記得喺我有記憶以嚟咧，政府有好多嘅政策咧，都會用4個字我嚟做擋箭牌，就係自由市場。咁但係咧，其實咧，因為有自由市場呢個擋箭牌，政府好多嘅政策咧都會傾斜。咁咧就會令到啲有錢人、有啲大財團咧，佢哋咧就會覺得佢哋好自由，做咩都得。但係相反，我哋呢一啲嘅普通市民咧，其實就受苦。咁其實咧呢一樣嘢咧，政府係一直都扭曲自由市場嘅意義係乜嘢？嗰個意思係錯咗。咁所以我會覺得喺一個小政府大市場呢個政策係失效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需要政府一定要做翻啲嘢嚟到抗衡呢個情況。咁其實我係會贊成回購領匯啦，同埋有啲嘅公共嘅事業都應該係回購翻嚟，好似地鐵啊或者啲交通工具，我都覺得政府係應該係回購翻嘅。唔該晒，咁我都講直方嚟嘅發言次序先。咁按頭先同事嘅記錄咧，應該係1號黃永達先生，接住係12號趙一流先生，同埋20號嘅朱凱廸先生嘅。咁有請1號黃永達先生發言。貧窮嘅問題咧係源自於權力分配嘅問題。而家我哋政府係縱容啲財團嘅壟斷，咁小市民咧係被逼要捱貴租啦，小商戶都捱貴租，甚至要大家捱貴餸。呢個咧係因為我哋議會入邊咧係呢個功能組別同埋建制派咧為呢個政府保駕護航，而花大部分嘅錢咧係喺一啲所謂大白象工程上邊，但係係我對我啲津助，譬如低收入家庭津貼啊、交通津貼咧，又要個資格好嚴謹，對我哋咧係幾十年係冇乜幫助。咁所以咧，我哋係除咗一定要全面爭取普選我哋行政長官同立法會之外咧，其實亦都應喺團聚街坊同工有力量去爭取咧，係增建公屋啊，同埋咧係放寬小販同埋一啲係墟市嘅政策，亦都應該咧係爭取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同埋咧係開徵一啲大額嘅係利息稅等等。咁呢啲係我哋覺得係可以做嘅，提供一個低廉嘅係房屋、醫療、教育俾大家，先至能夠真正改善大家嘅處境。多謝大家。好，
唔該晒。接住係12號嘅趙恩來先生。Testing 1、2、3，咁其實貧富懸殊呢個問題，其實喺過去4年只係越來越嚴重。咁其實我哋工黨喺過去咁多年都一路去到為貧苦大眾爭取利益有嘅權益。我哋用咗10年嘅時間，到咗今年終於爭取到呢個低收入嘅補貼。咁但係其實呢啲只不過治標唔治本，到最後其實整個問題嘅存在就係因為政策傾斜大財團、大企業。我哋10年前去到領匯上市，我哋大鑼大鼓咁反對，但係當初就有幾多人理會我哋呢？咁到咗今日，有邊個政黨唔係話領匯有問題㗎？又唔係話領展有問題㗎？咁所以我哋要求去到公用事業，其實應該係停止呢個私有化、私營化。我哋更加需要回購領匯、回購港鐵，讓我哋嘅公營事業係以民為本。多謝各位。好，唔該晒。接住我哋係20號嘅朱凱廸先生。大家好，我係20號朱凱廸。咁一定朱凱廸係贊成咧，我哋政府要有全民退休保障，同埋有各項嘅津貼，令到我哋嘅收入可以提升。不過同時咧，我諗好多嘅基層嘅朋友，大家都想自力更生係咪？大家都想用自己嘅雙手可以揾到更加多嘅收入翻嚟。咁喺呢個部分咧，其實有2點我希望提出嘅。第一點就係咧，而家我哋有好多嘅政府係支持咗財團對於空間嘅壟斷，所以領展先廿文廿武嘛，先至有做獨市生意嘛。所以第一個我哋要打破呢個空間嘅壟斷，我哋嘅街道啦，我哋屋邨嘅公共空間啦，或者我哋嘅學校，其實我哋都係開放出嚟俾大家做小生意，呢個係第一點，打破空間壟斷。第二點咧，其實你見到好多基層工種咧，都係俾財團壟斷嘅，譬如話清潔工啊，或者保安員啊。我哋其實政府應該帶頭去令到社區嘅合作社可以有蓬勃嘅發展，令到我哋基層嘅朋友可以團結埋一齊，去接一啲屋苑嘅清潔啊、保安員嘅合約啊、學校嘅合約，咁我哋就可以咧提高收入之餘咧，亦都可以留翻喺我哋本區度就業，咁就少啲交通費支出啦。多謝晒。好，唔該晒。咁咧，仲有13號黃俊傑先生，跟住最後就會係11號黃浩銘先生嘅。大家好，我係青年新政嘅黃俊傑。貧窮嘅問題，我哋用呢個全民退休保障，或者用各樣嘅津貼呢一啲嘅方法，我都會去到支持。但係無論我哋揼出嚟幾多呢一啲嘅政策，其實都只係小修小補，因為成個政策係源於成個政治制度嘅傾斜咗去一啲嘅大財團裏面。現時香港嘅制度係一個行政主導，所有嘅嘢都係政府去到推行，然後喺議會裏面，議員只可以做一個反對嘅角色。所以如果真正我哋要去到改善香港貧窮嘅問題嘅話，我哋需要一個長線嘅規劃，需要一個真正嘅政黨，然後呢個嘅背後就係一個成個政治制度嘅改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前途自決，多謝大家。好，唔該晒。最後呢一輪咧係11號黃浩銘先生嘅。大家好，我係11號嘅黃浩銘。對於貧窮嘅問題，我簡單講3個我哋關注嘅政綱。第一個就係針對長者貧窮，我哋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喺過去嘅幾年，我哋喺財政預算案拉布，最後喺梁振英嘅2015年咧，佢係撥款咗500億去俾我哋作為退休保障之用。喺嚟緊嘅日子，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去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俾各位嘅老人家。第二樣，回購港鐵，我哋希望咧針對住打工仔翻工嘅時候咧都好貴，所以咧回購港鐵票價應該要即減2成左右，係應該可以咧去幫助到我哋嘅打工仔上班嘅問題，甚至咧應該要盡快設立標準工時。第三樣，我相信對好多葵青嘅街坊朋友咧都應該係好公道啦，就係大量增建公屋，同埋要重設租務管制。我哋要重設租務管制，好唔好？好，
好，唔該晒。咁咧，呢一輪應該所有嘅候選人咧都已經發言啦。咁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台前咧嘅時間牌咧，已經顯示咗大家喺接住第2條問題餘下可以發言嘅時間。提醒一次咧，15號馮檢基先生咧，因為已經用晒時間啦，所以第2條問題咧係冇時間作答嘅。好，咁我交個時間俾同事。好，咁第2條問題咧係有關民主題嘅。喺2015年咧，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嘅辦法，但立法會係否決咗呢個方案嘅。而家想問下台上咁多位候選人，對於人大常委會831呢個決定有啲乜嘢睇法？若果大家成功當選，又會點樣去推進香港嘅民主進程？係啦，10號。好，首先係啦，好，咁我而家有請10號嘅候選人郭家麒先生可以開始發言。喺政改方案，我投咗反對票，亦都係否定咗呢一個假普選嘅鳥籠方案。當選立法會，我第一件事要做嘅就係要重啟政改，令香港有真正嘅普選方案。多謝。好，發言時間結束。之後有請17號候選人，係可以開始發言。多謝。舊年嗰1年嗰個831咧，咁我眼見咧，我係即係一個區議員，葵青嘅區議員，咁我眼見咧，嗰個烏龍事件咧就係好多建制派咧就冇投票就行咗出嚟，咁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好震驚嘅，其實，因為即係咁辛苦佢哋做咁多街站啊，或者點樣推出嚟話袋住先咁樣，咁我嘅立場咧，而家袋住先同唔袋住先唔講住，咁但係起碼咧做立法會議員咧投票係應該，開會係應該嘅，多謝。好，接住係張慧晶女士，你仲有時間，仲有19秒。我想講埋，咁如果袋住先咧，而家因為政局咧就日日變嘅，咁而家咪流行 ABC 嘅，咁如果袋住先咧，其實都或者有好處嘅，咁起碼出咗嚟咧，未必一定係 CY，咁我嘅意見係咁多，唔該。好，請問仲有冇其他候選人想發言嘅？可以舉手示意。好，13係。好，有請13號候選人黃俊傑先生。我哋 testing， 我哋反對任何有篩選嘅制度。一個有篩選嘅制度就出現咗梁振英呢啲咁嘅特權政府。另外，我哋如果當選之後，我哋會重啟政改。首先第一樣我哋要做嘅係全面取消功能組別。另外，我哋要增加議員嘅提案權。頭先有講到，議員咧而家並冇任何嘅提案權，只可以做出一啲嘅修訂。多謝。好，之後有請呢個13號候選人，你仲有10秒時間，剩餘嘅仲需唔需要發言？OK。現時咧，立法會嘅議員咧並冇一個嘅提案權，所以咧所有嘅政策咧只係可以做出一啲嘅修訂。而我哋希望將來議員咧可以攞翻呢個提案權出嚟，令到真正議會有結束嘅工作。好，而家係有請18號候選人呂志恒先生。我哋先啊，咁咧10屆嘅第1屆咧就係唔可以信假神。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假嘢咧，我哋係唔可以信住先嘅。正如一個咧假普選方，我哋都唔可以信住先，係會死人嘅咁樣係。我希望咧政府回頭是岸，同埋我身邊嘅朋友都係。好，之後係2號候選人尹兆堅先生。我係2號尹兆堅，民主黨係反對831落閘嘅，呢個係一個篩選民主嘅方案。根據基本法憲政嘅要求嘅循序漸進咧，其實政府係冇理由再拖延嘅。我會係入到立法會之後咧，我會要求立即重啟政改嘅各位。好，唔該晒。之後係4號候選人周永勤先生。喺上次政改投票咧，自由黨係其他所謂嘅建制派入邊咧，唯一全體堅守立場，坐定定，唔係做輸一樣嘅隊友，全部閃晒。好，請停止發言啦。好，唔該。好，而家有請19號候選人湯詠芝女士。係啦，咁其實咧喺831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已經有幾屆嘅特首啦。咁其實我都唔明點解無端端咧上年831咧無端端多咗一樣嘢出嚟，好似教我哋點做。其實香港本身已經有個制度出嚟㗎啦。咁雖然個制度唔係咁好，咁但係無端端好似隔離屋話俾你聽，你應該點做，我諗大家都唔會咁
開心啦，係咪？咁如果我係可以成為立法會議員嘅話咧，咁我當然係會為大家爭取喺呢一個大家即係可能都覺得唔係咁理想嘅制度之下咧，嚟到係盡量爭取一個公平公正一個大家都可以普遍參與嘅一個特首選舉制度。好。好完，好之後有請1號候選人黃潤達先生。各位大眾，咁我哋係即係反對呢個人大83呢個決定，因為呢個係一個預先篩選嘅一個方案。咁但係即係嚟緊咧係下一年度可能特首會重啟政改。如果唔取消呢個人大83呢個決定咧，我諗香港市民同埋民主派咧都係唔會接受呢個係有篩選嘅方案。咁但係而家呢個即係政府正確係認受性不足，包括我哋嘅特首只係多689票嘅話咧，其實只會係令到我哋嘅社會被轉空轉。咁所以我哋覺得一定要係爭取一個普選，我哋會團結地去爭取。好，咁請問仲有冇其他候選人？係12號候選人趙恩來先生。好，咁，喂，係。咁我哋工黨絕對去到反對呢個831方案。我哋睇到831嘅決定就係人大僭建喺香港嘅一個決定。睇到中共去到插手香港嘅政制，我哋絕對唔能夠獨善其身。我哋就係需要大家繼續去到守住議會，守住呢一個最後一關，去到捍衛我哋嘅民主，爭取我哋嘅真普選。多謝各位。係。好，5號鄭松泰先生。大家好，我係5號鄭松泰。聽過咁多位嘅代表咧，同埋你都聽得好清楚。我哋相信咧，全部都係反對831嘅一個決定。但係喺個方法如何推進上面，只有我鄭松泰，我哋血公民普羅政治會同埋香港復興會熱普城呢個陣線有一個明確嘅方法，就係全民制憲。由我哋香港人去第一基本法，去永續基本法，將基本法第45條關於提名委員會嘅規定，我哋修改過嚟，由我哋香港人自己去改變我哋嘅政治制度。呢一個係唯一一個能夠係反對831，同埋由我哋自己去決定我哋香港未來香港前途嘅唯一方法。方法就係我哋香港人去永續、去改寫我哋嘅基本法，尤其係831呢個決定係針對住基本法嘅第45條，係關於要篩選特首。我哋個個都想係選特首，我哋個個都唔想梁振英再當選，所以唯一個方法就係靠大家，靠咁多位喺度支持我哋。嚟緊9月4號，請投我5號鄭松泰一票，一齊推動全民制憲。多謝。好，而家有請20號獨立候選人朱凱廸先生。香港嘅未來係屬於香港人嘅。朱凱廸主張香港人可以用民主嘅方法自決前途，我哋可以揾到我哋新嘅出發點。時間結束。係應該仲有係11號候選人黃浩銘先生。好，但係我哋整理一下啲時間先。依家仲有係咪結咗分派？而家結咗時間派啦。好，11號係張黃浩銘先生，係仲有時間，等等啊，跟住就係17號張慧晶女士發咗言㗎啦，係咪？仲咁而家有請11號候選人黃浩銘先生開始發言。我係11號嘅黃浩銘。如果唔係反對呢個831嘅人大決定咧，我諗我係唔會參與呢一個雨傘運動。就係因為我哋反對831人大決定，所以我哋積極喺雨傘運動裏邊咧公民抗命。咁我講下民主運動方面，自從雨傘運動佢一個落幕之後咧，我相信喺嚟緊係需要我哋透過各個社區去就住唔同嘅政策議題繼續抗爭，先可以重新有力量。我希望各位可以喺嚟緊嘅日子喺各樣嘅政策議題繼續去抗爭。好，停止發言，唔該。好，之後咧，咁我哋就唔該晒咁多位候選人嘅發言啦。我哋就緊接去下一個環節，就係呢個地區居民團體提問。喺個環節咧，大會都係冇設定候選人嘅發言次序嘅。咁有意提問或者回答嘅候選人咧，都係一樣啦，須先舉手示意，主持人係會按舉手次序去安排作答嘅。
係每張候選名單咧，總共係累積係會有1分30秒嘅發言時間咧，係答每一輪嘅問題嘅。咁咧，請各位候選人咧善用同埋分配你嘅發言時間啦。各個團體代表咧係會有30秒時間發言。團體發言部分咧係總共會分2輪，提多次每一輪係會有各位候選人有1分30秒，總共有2輪嘅，係啦。咁咧第一輪嘅發言團體咧，總共係會有6個發言團體嘅，第2輪咧係會有5個發言團體嘅。好，咁首先而家係開始第一輪嘅地區居民。係補充多一句，呢一部分咧係可以分時段發言，即係譬如你一開始喺第一輪6個團體講完之後，譬如假設其中一位候選人咧，佢用咗30秒講啦，接住咧佢可以再舉多次手，用埋剩翻1分鐘嘅，喺同一輪嘅發言入邊。每一輪分半鐘，咁第2日總共有2輪。好，而家係開始第一輪嘅發問，係地區居民團體嘅。咁首先我哋有請第一個葵涌劏房住客聯盟嘅代表可以開始發問，咁會有30秒嘅時間嘅，係啦，咁有工作人員會過嚟幫手提問。大家好啦，我係葵涌劏房住客聯盟嘅街坊嚟嘅。咁依家我哋係基層市民捱緊貴租，捱緊咧貴水電費啦。咁而家我哋希望政府有翻個租務管制，或者係同樣嗰個關愛基金嘅恆常化。如果你哋當選嘅話，你點樣去推行呢啲嘅建議咧？好，唔該晒。咁之後第2個地區居民團體係葵涌工廈劏房戶關注組嘅代表。好，照樣都係有30秒嘅時間可以提問嘅。你好，我係葵涌工廈劏房住客聯盟其中一個成員識問嘅。咁就想問下，因為之前嗰排啦就兩燈火警啦，就依家就話會取締嘅啦，政府。咁你到時如果當選咗咧，會有咩方法幫到嗰啲居民咧？好，唔該晒。咁之後第三個地區居民團體係葵涌街坊民意組嘅代表。大家好，我哋係葵涌街坊民意組。我想問咧，依家我哋有20萬嘅劏房戶啊，啲屋主咧就幫我哋裝咗一啲劃水錶同埋電錶。我想問下各位議員點樣可以幫到我哋解決呢個問題咧？收我哋啲水費。好，唔該晒。咁之後就到石籬中轉屋居民關注組嘅代表。係，我係石籬關注組嘅代表，中轉屋嘅代表姓秦嘅。喺上年嘅10月5號啦，我哋係喺報紙嗰度睇到房屋署話要徵集市區唯一嘅中轉屋。喺當時嚟講，我哋居民見到當然自己嘅瓦遮頭俾人清拆，當然係好擔心咯。喺第2日，我哋去咗交信俾黃元輝，就係房屋事務委員會嘅。我想問在座嘅各位，如果你哋參選嘅話，贊唔贊成市區有中轉屋？如果係嘅話，你哋點樣幫我哋爭取？好，唔該晒。咁之後就到社區樓宇年長居民關注組嘅代表。各位好，請問下各位候選人支唔支持冇審查全民退休保障呢？你哋好啊！我係社區居民嘅關注組嘅代表。我想問下你哋咧，贊唔贊成嘅醫療券咧？而家咧4000蚊之後咧就唔可以繼續啦。我希望咧你哋可以繼續延期唔好扣落去，一直扣。好，唔該晒。咁最後咧會係呢個葵芳區私人樓宇居民聯會嘅代表。你好，我哋係葵芳區居民私人樓宇聯會嘅，我哋係兩個會員嚟㗎。咁首先我哋好希望你哋今日參選嘅候選人咧，對於你哋以後如果有機會即係選中咗之後，你哋對於區內個環境嗰個優化，你會係點樣去實行？
正如頭先你講過嗰個公屋啊、居住啊、環境衛生啊，甚至而家我哋嚟緊嘅15蚊嘅定款嗰個罰款嗰個情況，你會點去推延，而能夠達到我哋所謂我哋嘅街坊外道嘅由下而上政策幫到我哋嘅？好，唔該晒。咁我哋第一輪咧6個嘅地區居民團體已經講出咗佢哋嘅問題㗎啦。咁多位台上嘅候選人咧，都照樣可以向我哋主持人舉手示意想回應翻個問題嘅，同埋留意翻今次嘅發言咧係可以分段發言嘅。好，咁首先咧係由10號候選人郭家麒先生可以發言啦。盡量去答晒多個街坊嘅。我第一個我想講咧就有關於嗰個工廈劏房。其實政府停一停個計時先，係啦。喂。好 ，OK， 明個咪，試一試。好，先。好，1、2、3啊！我盡量都係會答翻所有啲街坊嘅。頭先講工廈劏房，今日陳茂波咧，佢已經講咗，佢係要幫呢一啲工廈嘅劏房去做，所以最重要咧就係政府一定要有一個體恤嘅安置。再答翻頭先嗰個街坊有關於個中轉屋嘅問題，政府而家係想取締市區嘅中轉屋咧，係不負責任嘅。一方面而家有實際嘅需要，二方面如果佢要幫一啲特別係工廈劏房入邊係最高風險嘅住客揾到地方嘅話咧，如果佢冇體恤安置咧，係基本上解決唔到呢個問題。所以一定係要有方法幫佢。咁有人話唔夠地方係點呢？我哋政府有好多大量嘅空置嘅建築物，包括一啲冇用過嘅學校、工廠大廈，同埋好多政府嘅宿舍等等。呢啲點解唔可以拎出嚟係做一啲體恤安置？咁另外有一位老人家問，公民黨係由頭到尾都係支持，係冇需要經濟審查嘅全民退休保障。以前係咁，今日係咁，將來亦都係咁。我哋唔會放棄呢個目標。呢個係政府有能力，絕對有能力去做嘅，亦都我哋係一定會承諾所有嘅街坊，公民黨會同大家一齊爭取冇呢個審查嘅全民退休保障。多謝。好，唔該晒。之後係2號候選人尹兆堅先生可以開始發言啦。好，咁多位，我係2號尹兆堅。我盡快答一答啲問題。第一個咧就係關於劏房住戶咧，其實我之前都參與過遊行，都見過幾位街坊㗎。咁我覺得第一個就係租管啦，呢個我哋民主黨同意嘅。第二個即係講咗租津啦，超過3年上唔到樓應該有租津。另外咧一個就係法定租約，即係而家基本上係俾業主及住搶嘅情況係絕對要扭轉過嚟。咁另外工廈方面咧，其實我哋之前有一個咧建議嘅就係第一，其實最主要咧，無論工廈好、中轉屋住戶都好，其實第一個解決問題就係多啲公屋上到樓，根本就唔使討論嘅問題。咁但係現在面對嘅問題點解決？第一，我覺得工廈係喺未有充足嘅公營房屋供應之後，唔應該一刀切咁去取締。反過嚟應該有一啲嘅措施，例如我哋喺早幾年提出過咧，規範化一啲工廈情況，讓佢喺消防或者相關嘅法規裏邊咧達到安全標準，去舒緩咧短期嘅房屋需要。另外，石地中轉我哋提咗啦，即係一定盡快上樓，但喺未上樓之前咧，任意嘅清拆趕走居民呢個不負責任嘅，我哋覺得喺咁做唔到安置之前咧係唔應該清拆。咁另外全民退休保障呢個仲簡單，我過去10年咧，基本上有一半時間咧係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嘅秘書處，咁我立場好清晰啦，我係支持咧一個冇篩選嘅全民退休保障去到幫長者嘅。另外就係醫療券嗰個更加簡單，長者冇用過醫療券嘅錢，冇就咁樣使咗佢噶嘛。咁佢儲埋到有需要嘅時候點去用？點解唔得咧？咁而家嘅限制係發言啦，唔該晒。好，之後到4號候選人周永勤先生可以開始發言。政府最快解決咧公屋興建不足咁多劏房戶嘅辦法咧，就係收購廠廈，改建過渡性嘅房屋，而且咧係要符合居住嘅標準。另外咧，頭先我講過，政府有3萬億嘅儲備，佢哋將佢嘅投資嘅回報咧，我哋每年就多1000億可以擺落民生福利，包括咧係擺喺關愛基金，或者咧係低收入生活嘅補貼，呢啲係最實際幫到基層市民嘅。好，唔該。之後係15號候選人。係馮檢基先生可以開始啦。係，我想用晒呢分半鐘咧，就係答晒嗰6條問題。就先易後難啦，簡單啲嘅就全民退保，大家知道彭篤嗰個年代咧已經出呢個全民退
退保嘅，當然我哋係全力支持，亦都係唯一3個小黨1票嘅黨咧，係我哋其中一個支持。到今時今日，我哋爭咗20幾年。最近咧就林鄭大家講唔諮詢你，但係又話唔做，呢個係欺騙嚟嘅。自由黨唔該你答呢個問題啊，你哋反對，即係冇嘅審查嘅全民退保嘅。第二，醫療券就係、既然你撥咗啲錢俾個長者，撥咗就唔好攞翻啦，以隨之物嚟嘅，所以我哋同意不攞翻嘅。頭先葵芳提嗰啲優化嗰啲，我收咗你嗰張文件叫我聽，我絕大部分同意。不過你哋冇個地址啊，邊度交翻俾你？就啱曬咗啦，講親自翻我啦。就電錶嗰個問題咧，呢個係非法嘅違例㗎，佢已經冇權收人哋啲電費嘅，電費應該係中電或者港電嘅。即係我覺得應該要立法咧，將佢刑事化。邊個博懵嘅小業主或者係大業主咧，應該收翻佢。全民關愛嗰度，即係關於租嘅劏房咧，我覺得要重新租管。當日04年取消租管3讀係馮檢基唯一嘅1票反對票，歷年都同大家行足咁多年，就係、要求成立翻租管，重建更加多嘅出租公屋。解決問題可以用住而家嘅公屋重建、私樓重建，以至係市建局嘅重建空置單位咧，係即刻可以安全嘅。發言時間結束，唔該晒。好，之後係有請呢個17號候選人張慧晶女士。多謝。咁我簡單答得問題啦。咁租務管制咧，我係同意嘅，因為下加租同埋要你哋搬咧都好嘥錢嘅。咁希望關愛基金嗰度咧常嗰啲嗰個津貼嗰啲係俾租嗰度咧係恆常化啦。咁同埋嗰個講緊個中轉屋咧，我係即係而家我哋喺呢度上面嗰個中轉屋咧，我係會覺得應該喺市區嘅，唔係淨係屯門啊咁遠嘅地方。咁同埋咧呢個冇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咧，我係覺得應該有個means test 叫做有個審查嘅。咁但係我個審查咧比較特別嘅，唔係政府啊或者啲黨派講話30萬啊60萬，我個審查咧我係會去到200萬啊400萬啊，冇緊要嘅，因為咧因為我又會留意到咧，即係有啲街坊雖然有啲舊樓啦，咁但係咧又有啲積蓄，咁但係咧使1蚊就冇1蚊嘅，咁唔夠膽使又唔知道自己有幾長命嘅，咁所以我嗰條線咧，我會好鬆動嘅，可以即係做諮詢，唔係話30萬60萬咁，呢啲根本就唔可能嘅，咁我會覺得係咁咯。我仲有咩回答咧？好啦，唔夠時間。仲有10秒時間嘅。咁樣咧醫療券嗰度咧，而家有個朋友話咧4000蚊可唔可以再重咧？我覺得可以傾嘅。唔該晒。好，之後有請1號嘅候選人黃潤達先生可以開始發言。首先咧，我係支持一個免審免查嘅全民退休保障嘅。咁我覺得第一步先咧取消咗強積金對沖，長遠應該取消強積金係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咁第二點咧就係有朋友問呢個醫療券嘅問題，我當然同意係應該要可以繼續累積落去，佢哋可以係即係俾咗佢嘅話，希望係可以繼續之後用，因為有時咧病嘅時候係唔知外面睇幾多次醫生嘅，咁所以咧我希望可以去累積啦。咁但係長遠嘅話，應該係改善而家公營醫療系統上邊係增加依家醫療人手，同埋咧係短時間亦都可以喺啲公司合作，喺其他區有啲係45蚊睇門診去睇私家醫生一樣咁樣嘅做法咧，其實我喺葵青區可以推行嘅。咁第三點咧，就係、大家話好關注劏房嘅問題，其實我哋街工一直都係咧係好多劏房啲聯盟嘅一啲係一份子，咁同大家一齊爭取，包括係即係追翻呢個係即係電錶啊費用啊，同埋一啲水費嘅情況，亦都有咧同大家一齊去爭取咧係希望咧係爭取智能夠租務管制。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同大家一齊並行，我唔單止喺議會入邊嘅，喺議會外面都係組織更加多嘅街坊受影響街坊出嚟咧，嚟爭取，俾多啲群眾嘅壓力，政府先會讓步。咁最後啦，就係頭先講中住屋嗰個問題咧，我覺得係即係市區係需要有嘅，應該係趁一啲係希望嚟緊會推動一個舊式嘅公屋重建嘅時候，保留翻1、2座可以作為即係市區嘅中住屋，俾翻啲有需要嘅人去即係緊急去建住。咁最後我頭先有街坊問啊，私樓方面，我哋區議會上過去一直都係即係喺議會入邊係應該係長遠係改善翻而家社區環境，唔應該係盲目去興建樓，唔改善社區環境。發言時間結束。好，之後有請5號嘅候選人鄭松泰先生可以開始發言。我諗在座咧都冇人
否認我哋所有香港人都係有一個居住嘅權利，所以只要你係香港人，我哋全部人都係有權係住公屋。長遠要解決劏房嘅問題、租金嘅問題，唯一嘅方法就係起多啲公屋。至於短期關於咁多位劏房戶，唯一嘅方法就係租金管制。呢一個就係避免咗大財團藉住呢個租金津貼，咪同樣會加租。唯一嘅方法，短期就係租金管制，長遠更加多嘅公屋。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都有居住權。多謝。好，之後到18號嘅候選人呂志恒先生。第一，我贊成呢個嘅租金管制，咁因為租金管制基本上就解決第一同埋第三嘅問題。咁第二，如果真係有啲迫切危險性嘅公立劏房，其實咧我建議政府即刻咧係將呢啲使用率極低嘅停車場，其實天水圍有好多，其實喺新界西有好多使用率極低嘅停車場啊等等嘅，可以即時係改幾啲臨時房屋嘅係。咁跟住仲有啦，關於呢個全民退休保障，我哋贊成一個非資產審查嘅全民退休保障嘅。而關於醫療券嗰方面咧，嗰個解決方法，不過俾一組數字大家聽聽。喺咁多項大白象超支工程已經合共累積超支咗1200多億，而且係仲未見底嘅。而喺今個財政年度，政府即將咧係會削減2.5億嘅醫療開支。而最佳解決方法嘅就係一票都唔好投俾，投贊成票政府呢個削減醫療科開支財政預算方案嘅所有政黨，包括自由黨、民建聯一啲話好嘅説支持基層，票投政府害基層嘅政黨。跟住到最後啦，優化環境。咁優化環境咧，咁一方面咧，我建議要仿效新加坡最低，要制定一個人均最低居住面積，同埋咧食環署以其有時間係縮小翻，不如咧食環署咧係去巡一巡我哋嘅劏房，我哋劏房啲舊樓嘅衞生環境。如果有衞生環境有問題嘅，第一次係警告，跟住之後咧就政府代為清潔，然之後再向有關業主係收取有關嘅費用。多謝。好，唔該。之後係19號候選人湯詠芝女士。OK， 好。首先第一咧，咁我係贊成有租務管制嘅。咁因為咧，其實我頭先都講過啦，政府成日用自由市場嚟做擋箭牌，依家冇呢個租務管制咧，租金管制咧，其實都係咁樣而起。咁第二啦，咁我想問頭先阿徐生咧，你喺中轉屋住咗幾耐啊？3年。咁樣咧，其實咧中轉屋個意思咧，其實又係俾政府咧搞到亂晒。咁因為中轉屋其實嗰個意思，其實你梗係要快嚟快走啦，係咪先？住咗3年，或者有可能有更加多嘅人可能住咗更加多年期，咁其實又係政府呢一個唔夠公屋起唔夠公屋呢個情況嚟到令到一啲咁唔好嘅事情發生啦。所以政府一定要加快興建公屋呢個嘅速度。咁第三咧，關於嗰個全民退休保障，其實我都係贊成有一個審查嘅，咁但係嗰個審查嘅門檻咧要相當之低。咁譬如好似即係頭先阿張小姐講過，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可以考慮嘅做法。咁我亦都有另外一個諗法啦。咁會唔會有一啲人可能自動地已經放棄攞呢一個嘅即係退休保障呢每個月嘅錢，去到做另外一啲嘢咧？咁我覺得呢個政府都可以研究，咁但係可能行政上面可能就要做多少少嘢，亦都睇下可唔可行。OK， 咁另外啦，有一個嘅環境即係社區環境啦。咁其實我覺得政府成日話唔夠地、唔夠呢樣嗰樣，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其實根本係唔夠規劃，咁所以政府喺規劃上面一定要做多啲。仲有一樣嘢，我覺得比較奇怪，頭先4號阿周先生，咦原來自由黨咧竟然贊成咧收購公屋。發言時間結束，唔該晒。好，應該仲有啲朋友跟住就朱凱廸先生。12號先嘅應該係唔好意思係啊，趙一郎，等等我報一報個次序先。首先係趙一郎先生12號嘅，接住就會係20號嘅朱凱廸先生嘅。係。咁我哋工黨絕對係支持呢個租金管制㗎啦，但係我哋想講租金管制嘅核心唔單止係去到限制業主去到加租，更加重要嘅就係大家呢個劏房戶或者呢個租客嘅一個基本嘅權利，佢續租嘅權利，點
點解我哋而家經常一啲基層嘅家庭去到付出咁多嘅開支去到搬遷，我哋住咗喺度可能2個月之後，業主就話去到同你續租，我哋覺得呢個續租權係非常之重要，亦都係呢個租金管制嘅核心嚟嘅。咁同時啦，劏房工廈劏房戶呢一個全面取締呢一樣嘢，我哋首先要求政府做一樣嘢，就係需要去到好好咁樣安置。我哋見得太多呢啲強行逼遷嘅個案。之前荃灣榮豐工廈劏房，我睇住防暴警察衝入個劏房戶入邊逼佢走，拋佢扯，跟住就掟佢去寶田嘅臨時收容中心，環境非常之惡劣。咁但其實我哋能夠如何安置呢？其實政府有大量嘅空置嘅建築同埋空置嘅宿舍，我哋淨係計政府而家空置嘅校舍已經有82個。如果佢能夠去到改變之後，我哋能夠安置到4920個家庭，點解政府唔願意去做呢？所以我哋絕對係支持，即係要求呢個時間結束，唔該晒。好，之後到20號嘅候選人朱先生。我係20號嘅朱凱廸，我集中講一下住屋嗰方面嘅問題。關於呢個租務管制，我諗我哋而家要記一記翻，其實我哋過去係有過租務管制嘅。喺2003年嘅時候咧，政府提出要撤銷咗呢個租務管制，令到我哋而家咁多居民係隨時面對被逼遷嘅情況。所以大家要記住，當年係邊個人係支持政府呢個撤銷租務管制嘅一個條款。第二咧，對於呢一個工廈劏房咧，我哋一定要有一個過渡性嘅房屋去安置工廈劏房嘅朋友，先至可以落一把刀話要去逼遷。特別係即係無論係有啲乜嘢火燭啊，發生咩事都好，我哋要翻轉頭嚟問一個問題：政府有責任去保護大家安全，亦都有責任令到大家係有一個安全嘅居所。最尾咧係長遠嘅，當然我哋好希望去有更加多嘅公營房屋、租住房屋，但係我想提一點俾大家睇嘅就係、政府而家口口聲聲梁振英話，我哋而家增建好多公屋啦，未來長遠房屋策略咧都唔少啦。但係到目前為止咧，其實政府每一年當佢去撥出土地嘅時候咧，仍然係有60%嘅地係攞嚟去做私樓嘅。而嗰啲私樓係絕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冇辦法承擔，所以係大家記住呢個數60%。發言時間結束，唔該晒。好，咁仲有冇候選人需要提問嘅？係13號黃俊傑先生等等啦，仲有冇其他候選人需要係？仲有11號黃浩銘先生。大家好，我係青年新政嘅黃俊傑。咁我首先咧由地區嗰度嘅層面講起啦。咁點樣可以改善區內嘅環境同埋衞生嘅狀況啦？咁青年新政係一個由地區開始參與區議會選舉組成嘅一個組織。我哋非常之着重地區咧每一個嘅細項。咁咧我哋咧亦都非常之講求由下而上。所以今年咧我哋喺立法會選舉裏面咧，我哋係同唔同嘅地區組織組成咗聯盟。因為我哋相信只有真正住喺嗰個地區嘅人咧，先至真正知道當區居民嘅需要。所以咧，我哋咧會喺地區嘅層面咧組建咧好多唔同嘅居民組織啦，令到大家對呢個區裏面嘅嘢咧更加關注，令到我哋咧比較可以貼心咁樣知道點樣可以改善唔同嘅地區嘅問題。另外咧，有關於醫療券啦，咁醫療券派咗俾你，咁梗係可以繼續儲埋佢啦。點解無啦啦要去收翻，又有一個嘅限額俾佢咧？呢個係唔可能嘅。而且要改善醫療嘅情況嘅話咧，唔可以咧淨係靠醫療券嘅，其實係需要成個制度嘅改變。如果大家睇到嘅話咧，喺公私營咧個結構上面咧，嗰個分流人手咧係好大問題嘅。點解咁講咧？醫院醫生公營嘅醫生咧，有公營醫生啦，佔咗60%。然後咧，佢負責緊90%嘅病人，但係私家醫院嘅醫生咧，就係講緊有60%，就係負責緊40%，負責緊1%。咁喺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我哋係要用一啲嘅制度，用一啲嘅方法咧，係迫使一啲本身發言時間結束，唔該晒。接住11號黃浩銘先生。我係11號嘅黃浩銘，先講關於喺葵青嘅劏房嗰個嘅問題。其實我之前咧都見過一班嘅葵青嘅劏房嘅居民，咁佢哋都好清楚我嘅立場。
我哋係會支持租務管制，咪即係租金管制。租務管制包括當然要處理埋而家我哋嗰啲嘅劏房嘅業主，可能佢哋會濫收水電嘅問題。因為我哋都知道咧，其實我知道街工咧，佢都會帶佢哋去小額錢債去追討業主，但係我哋都更加明白咧，唔係好多嘅住戶咧都夠膽去小額錢債去追討嘅，所以我哋認為呢一個嘅立法咧，即係話喺呢一個租務管制嘅立法咧，係應該可能再次提翻喺立法會嘅議程上邊嘅。咁另外就我哋第二點咧就係政府咧，其實應該去公開嗰個土地嘅資料庫，佢唔應該成日話俾我聽冇地，應該攞翻佢啲土地嘅資料，話俾我哋每一個葵青或者各區嘅街坊朋友知道，究竟你啲地喺邊，究竟你仲有幾多空置嘅土地，攞翻出嚟做中轉屋、做過渡性嘅房屋，去俾我哋嘅街坊朋友。而我哋一個重大嘅原則就係應該先安置、先處理工廈劏房嘅問題。我哋明白工廈劏房可能會造成一個危險問題，但係一定要先安置，先可以去拋人走。如果唔係，係絕對不道德嘅。唔該晒，之後係4號候選人周永勤先生。工廈改建過渡性房屋2年內搞掂，起公屋講緊係10年8載，呢個係最快嘅辦法，讓住喺劏房嘅脫苦海。田北俊之流、李嘉誠之流，唔需要一個俾3000幾蚊俾佢，不如將嗰份攞埋出嚟分俾基層人士，大家攞多啲。但係基層人士退休之後最緊要嘅係醫療開支，係院舍開支。而家有3萬人等緊有資助嘅院舍，但係1年就死5000個。咁所以我哋需要嘅對基層市民係起更多嘅院舍，透過公私營合作，透過政府嘅長者服務券擴大計劃，而令到咧喺院舍有足夠嘅提供，同埋咧頭先我講過喺醫療上面，我哋用資本投資回報呢1000億，為全部嘅長者咧係提供更便宜嘅照顧。咁呢啲先係實際照顧安老、基層安老係實際有效嘅辦法，3200蚊唔夠佢使嘅。好，係啦，咁咧我先報一報個時間先。依家台前應該係4號周永勤先生係仲有11秒嘅，而跟住就5號鄭松泰先生57秒，而18號呂志仁先生仲有1秒嘅。咁所以3位仲會有個時間係會需要再發言咧，繼續。係。好，首先係呂志仁先生，跟住等一等啊，另外2位，因為呢啲時間冇得帶落下，4號周永勤先生同埋5號鄭松泰先生。Hello， 負責人啊，係。好。跟住係4號周永勤先生。我仲建議透過公私營合作，透過呢一啲嘅幫場呢啲券咧，係透過市場競爭，係令到咧價格係降低，令到更多人咧係可以得到足夠嘅照顧，亦都係盡用私營服務。發言時間結束，唔該。跟住最後係5號鄭松泰先生嘅。大家好，我係5號鄭松泰。啱啱呢一輪我都聽到我哋有好多嘅方法，點樣去解決呢個劏房同埋公屋嘅問題。但係試問呢10幾年嚟，我有邊一次或者邊一屆立法會選舉係冇同樣提出過呢一類型嘅政綱咧？有㗎，年都係咁樣。但係點解唔夠改變？唯一嘅原因就係連我哋嘅政府官員都係自己開劏房嘅，搞劏房叫劏房波嗰位。要解決呢個問題，只係有一個根本做法，就我哋嘅政制上係出現問題，基本法嘅缺陷，令到我哋香港人官商勾結，有呢個地產商嘅問題，同埋貧富懸殊問題。大家要住劏房，只係因為大地產商財閥係壟斷咗我哋香港嘅市場。所以唯一同埋最直接嘅方法、最現實嘅方法，去解決我哋住屋嘅問題，就係重寫基本法，全民制憲，由我哋香港人一齊重寫基本法。我係5號鄭松泰，請大家多多支持，多謝你哋，多謝晒。好，唔該晒咁多位候選人嘅發言。第一輪嘅地區居民團體嘅發言已經結束㗎啦，咁接落嚟咧係第2輪嘅地區居民團體，咁照樣都係每位候選人都有1分30秒嘅，都係可以分段發言。咁首先第一個地區居民團體係新聞互助社嘅代表，係會有30秒嘅提問時間。
候細人，你哋好。我係生活協助會嘅代表提問。香港而家嘅大專同埋大學嘅學費咧係好高昂嘅。雖然可以申請學費減免啦，或者係借錢啦，但係都係要入讀之後嘅。但係咧，有啲學生咧就連而家嘅政策咧就係要求學生咧入學之前都要先交第一期嘅學費，但係有啲學生咧淨係連第一期嘅學費都冇辦法交嘅。但係佢嘅成績咧係可以去繼續讀書嘅，但係佢往往會因為第一期嘅學費放棄咗呢個機會，非常可惜。請問各位可以點樣解決個方法？好，唔該晒。咁之後第二個地區居民團體咧係少數族裔嘅街坊代表。咁首先街坊咧係會用烏都語去表達先嘅。咁我哋咁而家直接係由翻譯員咧去代表發問嘅。好，大家好啊！咁其實咧，今日咧，我哋見到好多人咧坐咗喺度啦，就係啲關少數族裔。咁其實咧喺少數族裔入邊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喺傳媒度咧就標籤少數族裔嗰個犯罪罪行率咁樣嘅。第二個問題嘅時候，其實你見到咧好多校長坐咗喺度咧，其實咧佢最大個需要就係個清真啲教嗰啲小朋友咁樣，唔好學壞咁樣噶嘛。第一個政策入邊咧，就係好多時好多房署啊，或者有公共空間咧，可以租俾佢地方咧，就可以搞一百嗰啲堂咧，就可以用到咁樣嘅。我想問你哋咧，如果你哋當選嘅時候咧，你哋會唔會擺啲精力落去搞呢樣嘢？同埋咧，長期5年、10年計劃嘅時候咧，喺嗰個地區入邊咧，你哋會唔會即係顧住個地方入邊？因為喺葵青區嗰邊咧係比較多啲少數族裔咁樣嘅，喺呢邊入邊就冇咁樣。唔該